天公滑落去一个不见天日的深渊。找无出路，我倒又搁遐。忽然间，看到有一个人伞，甲伊掀开，内面一粒肉丸，我雄雄甲伊摕起来咬一喙。肉丸内面有一支肉骨，甲我插一个喙齿煞流血，血流不止。我搁详细甲伊看迄粒肉丸，我明明就咬一喙，却完整无缺。不知这个梦是凶也是吉？海庆，你是毋是会当上解出梦？哎呦，医生看来，此梦乃是成凶后吉之兆。成凶后吉？是，太后跋落去深渊，乃是有离乡背井，甲家人分别之灾，各是大凶。太后食肉丸，肉丸伤气，血流染骨，乃是骨肉受伤。啊，骨肉受伤？是，如果太后乃一个亲人在世，此时必定遭受大难。骨肉遭受大难。小师，老师有伫无？林施主啊。哦，对啦，伊是狄青，是我属下一位兵卒，被军军拍入重伤，要请老师救一条命，拜托，请老师有一下好无？啥？多谢多谢。敢讲本兄，注定今生是无法度通好回我的亲情。太后，请放心，肉丸完整无缺，乃是大吉之兆。太后一亲人一定有重逢之日，而且此日必在8月中秋夜晚之时。8月中秋，月晚之时。这个人是何人用迄个毒药棍甲拍伤的？是神又搁再拖遮尔久？教师，你若是讲慢一步甲伊送来，恐惊迄连病症也无法度。老师，那安尼，伊就是要救。家在，伊的体质真好。现时是无性命之忧，然过伊的伤危是真严重。虽然有食药，也都爱互伊长期的休养，再通来复原。多谢老师，那安尼在下告辞。请便。有影，赶紧交代大家，摒扫本院。明仔载，南清宫狄太后爱要来本院行香，
是。人生靠近太后千秋。是。敢是迄一日救我迄个王爷呢？伊为什么爱来遮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好亲像一件妙事。我要来去向王爷讲告孙秀对我下毒手。我要来去诉冤，我要来诉冤。该户口变成的。是。老禅师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昏倒踮在遮？禀告太后，伊的名叫做德清，投军来触犯军法，来被到兵部大人责打重伤，来这所在求平静甲医治，拄巧冒犯太后娘娘，请你多多原谅。德清，是。伊也姓德。母后，离神收起来啊！这名兵士到孙秀长前投军，前日学我兵马之时，因为彼此武艺，失手来杀死孙霸将军。孙秀大怒，要将伊问斩。好佳在离神赶到位，讨情，才将伊重轻处罪，拍伊40棍棍。顺心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苦苦的表杀我？冤枉，冤枉！眼看的纸人才是外乡的人。尤其是迄个外乡啊的人士，因为的好过，
来父母是要来找亲的。哦，翠青，是。也原来伊是来找亲，迄个开封来相有好亲哪里？伊的亲哪里？好名声，也请问的师阿父啊，你可会知啊知啊？这病情都唔知影咯。母后，时候已经无早，咱也该起驾回宫。师傅，这小款物件，请你收起来，希望你好好甲伊照顾得清，遵旨。起驾回宫。是。